新年报告，自来敬爱的读者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青年部的部长孙慧香。今仔日是中中青年部的纪念之日，真感谢教会的者甲会议的接纳，互我会当代表青年部来向各位兄弟姊妹请安报告。青年部的部员是对大教会的会长，必须爱经过洗礼，才有符合资格，并且伫年会中选出来。青年部会定期开会，规划青年部的年度活动，并且了解队组各小区青年的聚会甲活动状况，探讨是毋是爱互相支援。今年青年部锁定的年度主题是同心合意。希望透过青年部的活动，搁一届连结中会，中所有的青年互相交流学习，将所学到的当传承到各教会团体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和教会青年了解信仰的态度，为心仪的团体甲教会。这是咱做伙来看一套影片，了解青年部的组织甲事工内容。大十字一的蛇，众生徒预备朝前踏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颤抖。耶和华日子将到。光明将出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，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
看到神的荣耀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，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青年部伫顶礼拜举办神国 VIP 夏令营，透过体验活动、献身暗会，青年搁一届思考对信仰的态度、使命。特别邀请各位时代青年做伙参加伫9月初2中华教会青年部主办平安诗歌见证暗会。最后，搁一届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对青年部的关心、支持、带导甲奉献。愿上帝赏赐，祝互咱因为彼此相疼、相扶持，互基督的福音会当传出去。以上报告，这是咱三甲起立来唱诗歌，我耶稣，请起立。